讲到这个中原普渡，台湾上出名的。 北部有鸡人，南部有虎尾。先来看云林虎尾这场的发挥，唔那大场嘛真好看头。因为疫情有较严重，所以恢复7大特色的普渡区，有各种的冰雕艺品，也有灯光的表演，都袂输是嘉年华会同款。啊，那拜拜的道声办将近2000道，拜拜的物件除了四手啊、饮料之外。 阁有垒球队嘛来普渡，这规岛顶拢是放签名球，就是要祈求拍球平安顺利，莫受伤。 一套早就买2000道的普渡岛，拢总摆好好势，而且上头前阁有2排的全地。早上一次，晚上一次。最近太热了哈。对，太热了，太热。天气伤热，惊全地会歹去，阁全工穿冰角。工作人员无用咧出日日，民众嘛开始准备放普渡品。这场岛有几啊粒签名球。林志胜的签名球，都是兄弟象的所有的签名球。然后这个是兄弟象啦啦队所有的啦啦队的选手，队员的签名球。因是拍万垒球的，嘛来普渡祈求拍球平安。盛大举办也会希望说带来游客。 店家希望透过云林虎尾的普渡发挥，吸游客来带动业绩。因为中原普渡有百家人南虎尾之称，因为虎尾的普渡发挥真大场，而且开的7大普渡区拢真有特色，亲像嘉年华会。今年阁首创3大区的灯光表演。圆环的素环境雕像有7彩灯光，真有气势。百年铁桥和百年水塔嘛是5彩缤纷，看起来真水。 电工所和中原普渡发挥变作地方观光盛事，吸引游客来耍。南投一日大山转播站嘛办普渡，这是专门发送无线电视信号到民众厝内来收看电视。普渡品除了四刷泡面，今年阁有翠暗快台做好防疫。大怪手嘛甲塔做线金纸全部放入去本扫车的车道。目前从清明节累计到现在的一个载运量到88吨之多。 普渡习俗当中，拜拜烧金纸予好兄弟祈求平安。不过，阁烦恼世界烧金纸会有空气污染的问题，所以中华园林镇宣传集中烧金纸，店面嘛真配合，累计88栋嘛创下纪录。民众嘛免烦恼集中烧，敢会收袂到心意。环保局有请法师举办发挥，予金纸集中烧，不过心意袂拍折。 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